而家春夏天就比較偏可能橙色啊、橙粉啊、橙啡、橙紅。Hello，可唔可以請你介紹一下自己？我叫 Shara， 係一個 hairstylist。介紹一下你今日嘅 outfit。着咗淺色系列 lace 背心加件 T 恤，我中意戴 choker gel 肉格。我揾咗個 friend 設計嘅，就幫我 design 一襯我嘅性格。手作嘅火機圖掛咗喺條褲度。想問下你平時嘅穿搭靈感？通常都係睇心情，淺色俾人感覺好似 fresh 啲啊，爽朗啲咯。淺色頭髮如果穿搭上會有啲咩技巧呢？冇喎，我覺得，因為好睇個人風格。譬如你自己中意啲 colourful 啲嘅衫，通按通咁樣。咁但係如果你係中意簡約啲冇咁多 print 嘅衫，可能就會突顯出頭髮淺色嗰個感覺咯。想問下嚟緊春夏啦，有咩髮型指南啊？而家春夏天就比較偏可能橙色啊、橙粉啊、橙啡、橙紅 sharp 啲嘅感覺。掉頭髮方面咧，有啲咩偏方可以維持呢個顏色啊？如果想 keep 色咧，我覺得其實冇乜特別好大偏方。整完頭之後，你屋企點樣保養把頭髮啦？啲好特別嘅顏色，可能淺色啲啦，可以配合一啲顏色嘅洗頭水。